精彩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仲可以留言同我哋一齊互動。大家早晨，我哋而家喺星樂道嘅海盜船。琴晚真係好特別，有烤全羊，仲有打鐵花同放火鳳凰，好震撼。今日就係我哋旅程嘅第2日，仲有好多親子玩樂等緊我哋，一齊睇落去。而家大概9點半。今日個天氣真係超好，不過又熱又曬，搞到我哋都有啲頂唔順。喺海盜船隔離仲有個遊樂場，小朋友玩咗一陣。不過真係太曬啦，最後我哋大概11點就去食自助早餐。跟住我哋就嚟到星旅餐廳。呢度週6同週日早餐時間係朝早7點半至下午2點。餐廳選擇都算正常，有中式粥粉麵飯、西式麵包牛角包，仲有水果同甜品。小朋友就最鍾意即煎蛋檔同香腸煙肉，咁我就帶大家行個圈，睇下有咩好食。有乳酪即烘烤麵包，啱晒想食清新啲嘅朋友。飲品方面，有橙汁、提子汁、蘋果汁。炸物區、薯餅、春卷、炸雞，全部都香脆到不得了。熱食區更加精彩，麵檔有番茄炒蛋麵，仲有咖喱魚蛋、蒸粟米、餃子、卡通蒸包、饅頭同粟米片早餐穀物，都係小朋友嘅最愛。生滾粥檔、糖水同熱湯。終於拎好晒食物。
繼續第2日嘅冒險。嚟到最期待嘅環節，先係水蛋大激鬥。兩個囡囡玩到成身濕晒，笑聲冇停過。跟住就係超夢幻嘅泡泡樂，成個樂園都係泡泡海洋，真係好似童話世界一樣。小朋友玩得勁開心，大人睇住都覺得好治癒。總括今次嘅2日1夜旅程，真係覺得星樂道好適合小朋友放電，特別係攀爬區，大人睇住都覺得佢哋玩得超盡興。不過，如果天氣太熱，真係唔係太建議嚟。因為曬到小朋友好快就攰，仲有機會中暑。至於食方面，大家唔好期望太高，算係合格，但真係唔算特別好食。星樂道附近基本上冇乜餐廳揀，只有一間七仔便利店可以頂下肚。不過大人嚟到都可以順便放鬆下。
俾小朋友盡情跑跑跳跳。整體嚟講，由香港過嚟車程大約2個鐘左右，算係一個幾方便嘅親子小旅行。話咁快就嚟到旅程尾聲，我哋一家人就準備返香港。多謝大家睇到依度，記得幫我哋點讚同訂閱。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你最想玩邊一部分。下次再同大家一齊冒險，再見。3個鐘頭啦，